为着要消透北部的医疗压力，有一寡轻症的确诊者会送到家己地区的防疫旅馆隔离。不过，旅馆附近民众感觉讲消毒的工作做无够，人员出入的管制也是做无好。民众翕到客运的车就停伫社区附近，人行道顶面阁有穿隔离衫的人员。民众表示，因落车的所在入去旅馆的入口，离一般徛过无讲介远，感觉消毒的工作做无啥够。他们主要进出口都是在地下通道，地下通道就已经是我们住家隔壁，就是10公尺就是隔壁了。然后第一天他还更夸张，就是直接停在那个出入口，然后让他们下去啊，做个简单的消毒。他事后那个区域也都没有消毒。民众阁指出，进前阁有人看过司机载人入去，车停伫路边，落车脱隔离衫了后，就伫社区附近活动。因嘛认为，防疫旅馆的人若是伤济，人员出入，这附近的区域应该要定时来消毒，减少环境的病毒量。我是觉得，那人数多，病毒数应该会比较高，所以也是希望那个相关单位来做一些定期消毒的动作，因为最近我都没有看到。县府这部分我们也特别来做加强，所以呢，每天早上跟下午我们也会做，县府会来做扩大的一个消毒，希望就是说让民众能够在更安全的一个环境。卫生局表示，去年就已经配合中央的征收，让这个集中检疫所开始运作，流程嘛拢有一定的要求。民众烦恼的部分，有向中央来反映，刷来嘛大爆棚来分解，希望会当减少民众的不安。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。